如果你都有以下呢啲症狀，嚟緊嘅產品就啱你啦。皇后丸傳承《黃帝內經》珍貴秘方專為女性設計，採用19種天然草本，例如人參、鹿茸、靈芝等，補腎補血氣，5合1功效，瞓得好，精神好，腸胃好，面色好，防脫髮、生黑髮。1盒有3包，每包有30粒，每日食6粒。如果你唔夠35歲唔緊要，可以每日食返3粒。食完之後真係覺得瞓得好咗，面色紅潤咗，手腳暖返晒。快啲用我8折優惠碼落單啦！